呢間叫 Bakery Bank 嘅商店喺日本橋同茅場町中間，前身係舊銀行，而家變咗麵包店、餐酒館、咖啡店加埋花店嘅複合空間。裝修主要用木材加水泥，簡約得嚟有質感，打卡影相 OK。講翻啲麵包，選擇多到唔知點揀，法包、牛角包、鬆餅、鹹嘅、甜嘅，乜都有。最後我揀咗大人氣嘅咖喱包，加埋一件我自己叫佢做日式菠蘿油嘅紅豆牛油鬆餅。咖喱包外皮炸得香脆，唔太油，入面牛肉餡多，咖喱味重，微辣，幾醒胃。紅豆牛油鬆餅原來只係得半塊牛油，唉，法事真係唔可以只係睇表面。鬆餅本身呢就唔算鬆，但係紅豆嘅甜同埋牛油嘅鹹撞埋一齊，意外地幾夾，價錢就貴咗啲啲，兩件夾埋要1100N，扣少少分。空間舒服，麵包有水準，我會俾佢4分。